那时候呢，那老爷对牛股种个狗估计才1800哦，啥一下股有那么一没哦，到那这，什么搞的掉了？大家老师在那都知道这。老爷对牛老才股那种搞个狗，你这老种搞的掉了是了，股这种跌掉谁能拿了？老才老人拿的话，保护拿了还是好股种才滚地啊，股进地才股这种丢和牛是啊。股这种丢。喂，就还抓了好番鸟哦，这股市嘛，小没得加油，这一下也没的有。哎呀，我下没的，一下二十股的啦，一下没的是来，记得来去。老中国更高了的了，估计上的掉的了。这找他估计第一刀了。人家好朋吃完了那都了。他股市这种吃不来了，估计这真得掉。